成套西裝幾千蚊，剪裁啱晒，但係個領位唔適合，就會由高質變為老土。西裝嘅領大致上有3種，第一種我哋叫十字領，比較常見啲，通常愛嚟商務啊或者見客，比較穩重，但係冇咩賣點，冇咩記憶點，人客未必記得你嘅。而第二種呢，就係尖領，分闊尖領同埋窄尖領。近年來比較興一啲闊嘅尖領，咁可以做孖襟啦同埋單襟嘅，就比較適合咧去一啲酒會啊、婚禮啊。個氣勢會好啲，同埋時尚感多啲啦，俾人感覺上身咧搶眼啲，睇落個人咧會精神啲。而第三種咧就係匙羹領，匙羹領咧就一般就我哋會做喺一啲踢司徒嗰度嘅，喺西裝嗰度咧比較少嘅，咁比較適合咧就去一啲晚宴啦、婚禮啦，甚至乎你哋喺頒獎禮咧會見到好多噶啦。記住，如果平時唔好着匙羹領，因為會好容易 over 咗，人哋就會覺得你搶鏡噶啦。其實領型咧係一套西裝嘅靈魂嚟嘅，如果我哋揀啱嗰套西裝就會好靚，就會令到你有個氣場出嚟。如果揀錯咧，就會同個場合格格不入。如果你唔知點揾，點樣符合到你個場合，你可以揾我，我可以幫到你。